后来到这个南投的日月潭佚佗，真侪人拢会坐船来游湖。过去坐船的船票拢是遵从着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，但是船台家认为无符合着自由市场的机制，各有业者也就是俗称的小蜜蜂，会叫客来划价破坏行情，所以县政府决定要来废除着收费标准，互船头家家己来定价销。但是每一年拢爱提出来，互县政府审核，避免有待价销，也则是下价竞争。伫咧日月潭青翠湖坐船啊，享受风微微啊吹，和欣赏环山景色。来到日月潭，一定要体验坐船啊行程。坐船的船票受到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约束，一般船的船票定伫咧300。除了对市场自由竞争无帮助，卖互业者拢安尼摕广告棒伫咧停车场、商店街乌白划价卖船票。为了阻挡船票乌白卖，县府决定要废掉收费标准，将票价回归市场的机制。会担心变贵啊，厂商那边就是比较小价竞争，大家就是维持一样的票价，让游客不要买贵。目前我们的票价还维持在300块啊，虽然我们经营上也是很苦撑啊。虽然游艇工会即马讲票价未调整，不过回归市场机制，游客嘛是真烦恼坐船会变贵。对这件代志，县府讲废掉收费标准了后，但是拢会要求船头家提出票价计划，审核过手才会当实施。必须要在每一年的9月由各船公司提出它的定价策略，那在11月我们会公告，隔年1月正式来实施所以每一年都必须哈。县府讲票价公告实施了后，船头家就袂当乌白调整改变计数，另外卖增加电子票证服务，民众会当伫咧网络顶买票，互票价更加公开透明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